大家好，我係2A 班嘅黃俊霖。我今次分享嘅主題係平面圖形。圖畫內容係一間屋企同埋一個太陽，個名叫太陽家。佢運用咗2個圓形、5個正方形、2個長方形、9個三角形同埋1個梯形。所有三角形都有1個銳角，加起嚟有27個銳角。啲圓形有0個角，等於1個角都冇。個梯形就有1個角、銳角、1個鈍角同埋2個直角。正方形角有4個直角，全部加埋有20個直角。2個長方形加埋有8個直角。我今次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